好像是标致的，是标致，没见过呀。207cc， 一女的哎，跟着。关键他们这车好像都是女的。好像是。我记得技术一般啊。肉，哎，我记得，哇，真是哎。他要进去，哎呦，好玩嘞！哇塞！这出来了，那也出来了吧？好玩这车，这有点意思。那他也出不来啊！人家能翻出来，哇塞！要真的！哎，这女的太酷了，这女的太酷了。